讀書就係你而家嘅本分，後生仔有咩壓力？呢啲說話我哋聽過無數遍，但係光環同期望嘅背後，佢哋嘅真實狀態究竟係點？今日我哋嘅鏡頭對準升中一第一年嘅中一生，嘗試傾聽一啲被喧囂掩蓋嘅靜默心聲。學業嘅壓力往往唔係來自一張低分嘅試卷，而係來自每一個覺得自己跟唔上嘅瞬間。中一嘅轉型對好多學生嚟講係一次無聲嘅硬着陸，呢種唔敢言說嘅焦慮同好多未來嘅迷茫交織，成為好多新生心入面一塊無形嘅石。咁多溫都溫唔晒，唔識嘅題目唔覺得問老師，竟係覺得我冇專心上堂。同學仔會話咁簡單都要問，屋企人同我講要努力讀書先會有出路，但真係好大壓力啊！我成日唞啖氣都覺得好辛苦。做咩啊？啱啱食飯唔見你嘅？有啲咩啫？測驗唔合格咯。咁你有冇揾老師同學傾下？其實我方中嗰陣都係咁噶，我都驚老師同學睇我唔起。不過我諗我同你都講唔清噶啦，不如我哋一齊落去同社工傾下。好多成年人認為中一嘅同學咧，其實面對嘅壓力都係自己覺得嘅啫。但其實咧，事實上中一嘅同學要面對新嘅環境、新嘅學習、新嘅老師、新嘅朋友，面對呢啲唔少嘅壓力咧，都會令到佢哋咧出現好多唔同程度嘅困擾。而根據青年協會同埋浸信會愛群嘅調查顯示咧，其實咧有2至4成嘅同學都會面對到唔同嘅情緒壓力，而出現咗一啲抑鬱、焦慮，甚至乎有啲逃避嘅行為，所以呢個嘅情況咧係真係好需要我哋正視嘅。將青少年嘅情緒問題簡單咁歸咎於抗壓能力差，其實可能會令到真正嘅求救信號被忽略。成長嘅壓力冇辦法完全消除，但佢唔應該係一個人嘅孤軍奮戰。改變從我哋願意捨棄成見，真正去看見同佢傾聽開始。你嘅感受好重要。